备受瞩目的拜登习近平视频会议正式于北京时间周二下午结束，两人进行了将近4个小时的谈话。据报道，拜登透过白宫声明强调关切维吾尔人、西藏和香港的做法，以及更广泛的人权问题。新华社报道，习近平则表示愿在互相尊重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开展对话，但不赞成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。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称，拜登政府出于安全考虑，拒绝了英特尔在中国增加产量的计划，使得这个旨在解决美国芯片短缺问题的想法遇挫。知情人士表示，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已提议使用中国成都一家工厂生产晶圆。美国谴责俄罗斯进行危险且不负责任的导弹实验，称此举危及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。这次测试炸毁了一颗俄罗斯自己的卫星，产生的碎片迫使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躲入太空舱。俄方表示，这是1982年发射的一颗间谍卫星，重量超过1吨，多年前就停止了工作。一位曾在联合国工作的吹哨人说，该国际机构将维吾尔族异议人士名单交给中共。这名人权律师因揭露内情而被解雇。42岁的艾玛赖利曾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处工作。他说，交出这些名单的结果是北京方面对异议人士施压，不让他们前往瑞士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。我从2013年开始就一直在谴责这种事情。欧盟国防部长齐聚一堂，讨论加强欧盟在安全和国防领域具体合作项目，以及与第三国，特别是与美国的合作。拜登习近平视频会议正式于北京时间周二下午结束。针对众所瞩目的台湾议题，双方踩紧底线，各有坚持。在台湾问题上剑拔弩张，习近平甚至警告对方不要在这一问题上玩火。根据白宫新闻稿，美国推特一中政策不变，强烈反对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单边做法。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宣布，将在5年内向澳大利亚基础设施研究和合作伙伴关系投资10亿欧元，约合7.3亿美元。这将是谷歌在澳大利亚最大的一笔投资。